也若讲到这中国海警19号下晡硬空去咧检查金门的观光船初一号，大概有半点钟遐尼久，引起议论。还有会主委关碧玲则表示，若准是台湾船未来当到，这中国海警想要检查者会当免停直接闪开，而且爱赶紧通报咱的海巡人员。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表示，这件事件已经有海巡署伫咧处理，国防部为着避免情势野悬，未主动介入。 中国快艇伫金门海峡边船抵数2个死亡事件也未收煞。中国海警宣布，伫这个海峡展开常态化执法，19号到上船检查金门观光船初一号将近半点钟，引起大家的议论。海委会主委关碧玲20日表示，中国行为伤害人民感情，毋过嘛坦白讲，观光船离中国码头较近。根据金门立委陈玉珍引述海巡单位的讲法，初一号挖界差不多1公里。 登检这一艘船是伤害了我们的人民的感情，制造人民的恐慌，而且不符合两岸人民的利益。位置当然是在比较偏陆方的地方，距离中国大陆的码头是1.9海里。 关碧玲是讲，同款情形若是中国越界，确认无违法，咱拢是敢公布赶走。若是台湾船未来佫拄到中国海警想要临检，会当照标准流程无停留，也是西湾闪过，并通报海巡人员。外界嘛关心国军敢会提供支援，啊，毋过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讲未主动介入。我们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战争啊，不会主动介入。 因为介入的话会升高冲突啊，我们不乐见。至少会担心擦枪走火。国防部一定很担忧我们东西的。不担忧的话，那你们就要担忧了。所以双方都必须要理性来克制处理问题。面对两岸紧张情势升悬，根据了解，国安单位唔敢无注意，以降温为主要的原则。行政院长陈建仁也呼吁双方应该以理性对等，而且互相合作的方式来维护金厦海峡的安全。啊，不过海巡署证实，20早起9点有中国海监船802进入金门禁限制水域，随派舰艇去公布赶走，并盘航1点钟。另外，中国海口网显示，5号完有至少3只中国海警船伫金门海峡周围航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